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黎生頻道嘅今日 topic 節目，我係 Charlie， 你亦都係叫我黎生。今次我想同大家報告2025年2月份嘅市場狀況。同樣咧，只係針對性咁樣特定嘅地區同埋房型咧進行總結嘅。包括咧萬錦、Richmond Hill 以及太古廣場附近嘅3房鎮屋同埋4房嘅獨立屋。因為今次咧係因應一個網友嘅要求啊，加多一個地區就係太古廣場附近嘅地區。包括家寶嘅205同埋207區咯。如果你想我下次總結你所在嘅地區市場狀況嘅話呢，就請喺留言區講俾我聽啦嚇，我會盡量滿足大家要求嘅。好，首先你睇睇萬錦。呢個係整個萬錦地區嘅劃分圖啊。面積唔細啊。萬錦裏邊呢，其實每個區都好重要啊。但係呢，我唔細分市場啦，我將成個萬錦一起總結啦。先睇3房單車庫嘅 freehold townhouse， 一直到2月28號為止，喺整個萬錦上市嘅總數量總共係53間。睇睇2月份賣出咗幾多間？係8間嘅。成交量好少啊。喺 Thornhill 賣出咗1間，1228000。另外賣出嘅7間呢，分佈喺 Bursey、Wisma 同埋 Cornell。我哋睇下賣出嘅中間價，總共8間賣出，中間賣出價係1036500，喺市場上平均時間係13天，最低賣出價係95萬，最高賣出價係1252800蚊。我哋睇睇賣出最高價嘅呢間屋係點樣樣，賣出價1252800。佢喺 Wisma 社區嘅，睇睇呢間屋嘅圖片。佢係傳統嘅 townhouse， 車庫喺前邊，外形 OK。呢間屋裏邊冇咩裝修，廚房亦都冇裝修。1樓嘅地板鋪嘅只係 laminate， 唔係實木。2樓鋪嘅地氈，主人房嘅浴室只有一啲嘅裝修啫，地下室完全冇裝修。所以呢間屋賣出1252800，其實係唔算平啊。同1月份差唔多嘅，啲價格冇乜點跌啊。接落嚟我睇睇賣出最低價間屋係點樣先。最低價係95萬，係喺 Cornell 嘅。睇睇呢間屋嘅圖片。佢唔係一個傳統嘅 townhouse 造型嚟㗎。入邊咧有啲裝修啦，1樓鋪嘅實木地板。廚房咧係原裝嘅，冇做裝修啊。2樓鋪嘅亦都係實木地板，浴室係原裝嘅，冇裝修。車庫喺後邊，後院咧喺車庫同埋間屋嘅中間嘅。呢種車庫嘅設計咧唔係咁好㗎。加上 location 喺 Cornell， 咁呢間屋內部嘅面積又唔算大，只有1400尺左右，所以咧先至係賣95萬咁平㗎咋。對比2025年1月嘅3房單車庫鎮屋嘅中間價係100萬，上漲咗 3.65%， 最低價係93萬，冇變化，最高價係1155000，上漲咗 13.89%， 上市時間係從4日到46日之間。我哋分析房價嘅時候咧，有個原則就係一定要去頭去尾啊。亦即係話咧，要剔除最高嘅價同埋最低嘅價嚇。好，接落嚟睇睇萬錦嘅4房雙車庫獨立屋，亦都係直至到2月28號，整個萬錦上市嘅數量總共係182間。睇睇2月份賣出幾多間？係37間，成交量都唔算多啊。分佈比較平均嘅。我哋睇下賣出嘅中間價。OK， 總共咧係37間賣出啦，中間賣出價係1655100，喺市場上嘅平均時間係12天，最低賣出價1215000，最高嘅賣出價係307萬。我哋睇睇呢個最高價呢間屋係點樣？呢間屋咧喺 Old Markham Village， 賣出價307萬啦。睇睇呢間屋嘅圖片，外形好靚。傳統嘅 house 造型，
呢間屋入邊全新裝修，廚房亦都係新裝修。一樓同二樓嘅地板鋪嘅都係實木地板，亦都係新鋪嘅。主人房嘅浴室亦都係新裝修，地下室有裝修。嗱，呢間屋咧能夠賣出307萬咧，另外仲有一個原因就係佢個地好大啊，係80乘以129.58 feet 啊。好，接落嚟睇睇賣出最低價呢間屋係點樣先。最低價賣出係1215000。嗱，呢個喺 Middlefield 嘅，睇睇呢間屋嘅圖片。嗱，呢個係傳統嘅 house 造型，但外形有啲唔係咁好睇喎。呢個 frontage 有啲窄，22尺都唔夠。哇！一個 single house 個 frontage 得個22尺，咁啊真係好細㗎。但係佢夠深嘅，咁所以長條型啦。裏邊嘅裝修比較差，一樓鋪嘅係 laminate 唔係實木，浴室係原裝嘅冇裝修，地下室有簡單嘅裝修，後院嘅地係長條型。呢間屋嘅內部面積唔係好大咋，大約係1800尺左右嘅啫。所以咧係1215000咧，其實算賣得高㗎啦。對比2025年1月份嘅4房雙車庫獨立屋嘅中間價166萬，下降咗0.3%，幾乎忽略不計啦嚇。最低價係1238800，下降咗1.92%。最高價係225萬，上漲咗20.39%。上市時間亦都從4日到110日之間。好，我哋去 Richmond Hill 睇下。首先睇嘅 Richmond Hill 3房單車庫 freehold townhouse。嗱，我補充一下咧，呢個 freehold townhouse 同 POTL 放埋一起總結啊。咁啊，直到2月28號，成個 Richmond Hill 上市嘅數量總共係65間。睇睇2月份賣出嘅一間係16間，成交量唔算多，分佈亦都唔係好均勻，主要係北面、南面比較少。睇睇中間價，中間價係1144000，喺市場上平均係15日。最低賣出價係89萬，最高賣出價係140萬。我哋睇睇呢個賣出最高價間屋係點？賣出價140萬，佢係北面嘅 Oak Ridge 社區。睇睇呢間屋個圖片，傳統嘅 townhouse end unit， 車庫喺前面，外形 OK。呢間屋裏邊全新裝修，廚房裝修比較高檔，一樓同二樓鋪嘅實木地板，主人房嘅浴室裝修好靚，basement裝修亦都唔錯。所以咁嘅屋賣出140萬，其實都唔算平㗎，同1月份差唔多啦，冇乜跌價。接落嚟睇睇賣出最低價呢間屋係點樣樣？最低價89萬，係喺 Devonshire City。睇睇呢間屋個圖片，傳統嘅 townhouse 造型，裏邊基本上冇裝修啊。一樓鋪嘅 laminate 唔係實木，廚房係原裝嘅冇裝修。二樓鋪嘅亦都係 laminate， 浴室係原裝嘅，亦都冇裝修。廚房好舊，呢間屋內部面積唔大，大約只有1400尺左右，所以先至89萬咁平啊！對比2025年1月份3房單車庫仔屋嘅中間價1192500，下降咗4.07%。最低價係948000，下降咗6.12%。最高價係1538000，下降咗8.97%。下降嘅幅度都唔算細喎。上市時間從4日到46日之間。好，接落嚟我哋睇下太古廣場附近嘅3房仔屋同埋4房嘅獨立屋。太古廣場附近嘅區域包括咧就係從北面嘅14街一直到南面嘅 McCarver Avenue， 跟住東面係 Warden Avenue 到西面嘅 Bromley Road， 亦都係睇下直到2月28號為止3房單車庫喺呢個區嘅上市數量啊。總共得1間屋啫喎。咁啊睇睇2月份賣出幾多間屋？係2間屋啫喎。
成交量係幾多喎？因為上市數量唔多嘛。咁呢兩間屋分佈喺207同埋205區嘅。我哋睇下賣出中間價幾多？賣出兩間中間價係949000，喺市場上嘅平均時間係16日。最低嘅賣出價係93萬，最高嘅賣出價係968000。我哋睇睇賣出呢個最高價呢間屋係點？嗱，呢間屋咧賣出係968000，係喺207區嘅 Milton 社區。個 lot 係20.22乘以110.56。咁呢個 townhouse 嚟講咧，呢個 lot 咧都唔算細㗎啦嚇。嗱，睇睇呢間屋嘅圖片，外形係傳統嘅 freehold townhouse 造型，但房齡咧普遍就比較舊啦。呢間屋入邊咧係全新裝修嘅，廚房亦都係新裝修，睇起上嚟裝修得唔錯喎。一樓同二樓嘅地板鋪嘅都係實木地板，都係新鋪嘅。二樓只有一個浴室，主人房冇自己嘅浴室。basement 有裝修，後院冇遮擋。嗱，呢間屋裏邊嘅面積估計1400尺左右，賣出呢個968000。呢個價錢咧，其實都算係市場價錢嘅範圍內㗎啦，冇乜點跌。接落嚟睇睇賣出最低價呢間屋係點樣先？最低價係93萬，亦都冇跌好多。呢個係205區嘅 Steeles， 睇睇呢間屋圖片，亦都係傳統嘅 freehold townhouse 嘅造型，亦都係間舊屋，短 driveway 只能夠停一部車。裏邊係全新裝修嘅，一樓同二樓鋪嘅係 engineered hardwood， 但二樓上邊有3間房2個浴室，但其中一個浴室係自己加裝嘅。廚房亦都係全新裝修嘅。basement 有簡單嘅裝修，後院嘅地都算大嘅。呢間屋內部面積唔算大，大約係1300尺左右嘅啫，所以93萬算賣得唔錯㗎啦。對比2025年1月份3房單車庫鎮屋係點啊？冇成交記錄。咁睇睇去年12月份，亦都冇成交記錄。咁再睇睇去年嘅11月份，只有一間屋成交，成交價係86萬。咁所以咧只能夠用2月份嘅94萬9呢個中間價嚟對比啦。咁即係上漲咗10.035%。不過呢間屋咧冇內部圖片喎，估計係一個爛屋嚟嘅喎。如果係咁咧，如果係個爛屋咧要裝修嘅話，要裝修到好似前面呢兩間屋嘅程度嘅話咧，咁大約要8至10萬左右嘅喎。所以加上嚟咧就應該係94萬至96萬嘅啦。如果咁樣對比嘅話咧，其實就冇乜升跌嘅啦。好，睇睇4個房嘅雙車庫獨立屋，亦都係直到2月28號為止。喺市場上掛牌上市嘅數量總共係10間。睇睇2月份賣出嘅數量同埋價格，總共賣出6間，中間價係1441750，喺市場上平均係11日，最低價係1306000，最高價係159萬。睇睇159萬呢間屋。呢間屋咧就喺205區嘅，個 lot 好標準啦，係54.13乘109.9 feet。呢間屋個外形咧亦都係傳統嘅造型嚟嘅，係 Best Brick 5，亦都係班格路嘅其中一種房型。入邊嘅裝修應該係3至5年前做嘅，唔係全新裝修嘅。裝修嘅品味咧好有南亞人士嘅風格喎，因為屋主咧係印巴裔人士啊。但係呢間屋居然係華人買落嚟嘅喎。好，睇睇最低價呢間屋，130萬06千，喺207區嘅 Milton， 個 lot 係40乘110尺，都 OK 啦。呢間屋個外形亦都幾好，但入邊嘅裝修就好舊好差啦。估計咧幾十年嚟咧都未裝修過嘅。呢個一手業主嚟嘅，住咗幾十年嘅啦。裏面嘅面積其實唔算細嘅，有2300尺左右嘅。個 basement 咧亦都簡單嘅裝修，後院嘅地咧就比較平整同埋方正。呢間屋嘅全屋裝修咗之後咧，其實可以賣165萬嘅，所以咧呢個價錢都 OK 㗎。
咁呢間屋咧係要搶 offer 嘅喎，所以咧唔好以為咧依家買屋咧就唔需要搶 offer 啊嚇。好，呢次市場報告咧先到此為止。如果大家啦想我喺下次講你個區嘅市場總結嘅話咧，請喺留言區入邊講俾我聽啦，我會盡量安排嘅。多謝大家，我哋下一集見，拜拜。